一只莫拉克风灾带来的一辆破纪录规定人件，南浦也传出严重的灾情。那会提高雄旗山地区对外国主要的新奇米口如团做谅解。那会亚米口过土石破高流土过道路呢也如封闭的，旗山更加也过冲去古道，在面路唔地安用改善能好。 你係旗山地區為許多偏東界另外主要道路哦。不過你下你做得看得到，其他後背嘅橋係做得講係團做嚟兩節咯，嚇個後背嘅部分嘅橋面甚至全部都跌到水都看唔到咧。部分下望橫體嘅橋其實看起來也當危險，唔但將橋面嘅圍度頂通咧，嚇個喊裂出嚟太空，條個空做得看得到下背嘅好把水，水勢係凍強。我唔知啦。 迄一片條條已經沖走的啊！同樣係旗山地區對外東重要嘅聯絡道路，骨頭石坡高溜頭，也因為兩百嘅強風大水，萬乃圍都係湧湧。雖然交通警察係動魔漢指揮交通，不過佢哋也唔知馬個時節正做得暢通。沒有辦法過，就是月眉橋還封閉啊，然後你要到旗山市內都不可以過啊，就只有這條。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。路唔通啲背嘅人出唔來，我背嘅車也冇辦法入去，可能要動到嘅長久物資，還有長久嘅行通，都會因為安樣染污到，當地嘅居民講起兩件事情都壓到為死。你把環叫個曬哦，今日叫來救來曬咯，都冇通知啊，曬來過。公路橋方面係表示講，呢下嘅天氣還係都冇問題，所以提前為做嘅係先清體奧體嘅維修，本大家要嚟則強烈嘅環境，接下來還會繼續長修了對外嘅聯絡道路，本大家嘅交通做得在最短嘅時間之內做得恢復正常。客家新聞小鳳雲、汪小琪高雄報道。